喺香港，你哋成日都話住啲千尺豪宅，千幾萬一套嘅喎。中山前幾期嘅影片同大家講咗東區一個新嘅 CBD 要等嘅區域，前邊松苑中學新校區，跟住對翻我哋過嚟少少呢塊空地呢，就係小學部嚟㗎啦。預計呢2-3年會起翻起身，9年一個掣嘅。呢邊108公寓啊，甩褲式嘅公寓，相信好多朋友都買咗㗎啦，因為每個月成交70-80套呢，有一半左右都係外地嘅朋友過嚟買嘅，一半一半啦。成個項目呢有24棟樓嘅，我哋呢個係中山嘅寶龍城。咁呢個千尺豪宅啦，首先睇翻成個陽台啦，6.3米嘅長陽台，呢度現樓嚟嘅，呢套係二手樓嚟㗎，110萬。可以按揭，可以貸款冇問題嘅，產權清晰。當時業主呢，就早3-4年之前買翻嚟8萬左右啦。成屋嘅中央空調、客廳、房間全部都有嘅。呢個廚房位置用嘅爐氣灶啊，同埋熱水器啊，呢啲消毒乳碗櫃啊，都係牌子貨嚟嘅，美的同埋方太老闆呢啲嘅，佢係有裝修嘅成間屋啊。你長睇呢，可能到時呢就要刷一刷啦，冇任何家私家電嘅，你後期要自己買翻落嚟。3房2衛嘅設計，首先呢間客房呢就直通陽台出邊嘅，咁你等於講到時有朋友過嚟啊，向呢邊借個房間打個盹休息下呢，好方便啦，係嘛？呢邊衞生間唔算好大，中規中矩咯。呢個係客衛嚟㗎，呢個細嘅房間同樣都係㗎，啲牆身到時要執佢啦。咁呢邊呢間主人房，首先入嚟呢，門口呢個位置佢係做咗一個衞生間嚟嘅，乾濕分離。仲有喎，響風水角度嚟睇，呢個門口啱好係對住呢埲牆嚟嘅，佢唔係對床，都唔係對客廳嘅。呢個主人間呢，大概係11個方度啦。同樣中央空調啱先講到啦，係每間房都有嘅。呢陽台朝南嘅，嗱，到時坐響度嘆下 coffee， 睇下書，跟住睇下前邊南邊五桂山嘅山脈。仲有前邊依家我哋最近嗰座山呢，就係五峰山嚟㗎。五峰山呢2年都會打造成一個旅遊啊、休閒嘅生態公園嚟㗎。咁前邊啱先大家睇到嗰一片啊，嗰一片出租屋呢，就係白沙灣嚟嘅。我哋呢邊去到村入邊大概係有2公里多少少。到時呢，我哋就順住呢條路去嗰邊街市買菜。打的唔超過10蚊雞，如果係返到大灣區中山呢邊買返部電動車呢，都可以坐電動車過去，都係幾分鐘啫。咁呢間屋優點呢，就係現樓嚟㗎，即買即收樓。你哋去睇到好多嘅騎樓啊，即係新房啊，交樓之後唔知點樣㗎喎。仲有呢間屋有少少缺點啊。佢係總共29層高嘅，呢度係頂樓。當然，依家開發商做第3、第4代住宅呢，上邊防熱啊、防水啊，呢啲都會做得好好嘅。嗱，我哋再落去睇翻個小區點先。仲有呢個位置呢，入門玄關呢係留咗一個位置可以做鞋櫃嘅，到時成屋嘅鞋都可以擺喺呢度。嗱，呢邊呢係做咗一個2梯4戶嘅啊。2梯4戶，電梯2台上嚟，咁下邊呢，成個小區綠化都做得好靚仔嘅，落去睇睇。成個電梯坐8到10個人係冇問題嘅，跟住電梯專用嘅風幕機啦，都裝咗啦。嗱，電梯都幾快喎，依家已經係到咗10幾樓啦，啱先響29樓落嚟，大概落去嘅時間應該係15到20秒左右啦。大堂做到呢，就兩邊都有門開嘅，成個大堂睇起身唔係話非常之高大上，基本上夠用啦，冇咩問題啊。
小區係做咗人車分流㗎啊！啱先講到啦，24棟樓，其中有17層高嘅，有31層高嘅，分3期開發。呢度咧係1期嚟嘅，跟住2期嗰邊咧都基本上係差唔多收咗樓啦。3期咧就未開發。咁成個小區啦，你可以睇到呢啲屬於係大型嘅社區嚟㗎。你到時喺度跑下步啊，喺度等於講有寵物嘅話，撩下寵物啊，點都得啦。隔離咧又係保利天群嚟㗎。咁好多朋友過嚟話：哇！你周邊係冇嘢㗎喎。查實108同埋寶龍城呢邊都係有商業預留地嚟㗎，已經係地塊攞咗㗎啦。只不過咧，可能近幾年啊，成個國內啲開發商啊，啲荷包乾硬化，冇咁多銀紙。咁當然等佢清咗呢啲樓有銀紙啦。商業體嗰度佢應承咗政府嗰度一哥嗰度應承咗一哥要起，肯定要起嘅，呢啲冇話唔起嘅，係嘛？嗱，響呢個位置咧，去到中山站同埋中山北站、中山城區嘅2個輕軌站同埋高鐵站咧，距離大概都係3公里左右啦。還有我哋小區北邊響呢度過去1公里多少少就到中山江邊最大嘅公園中山人才公園，大家去睇睇呢個綠化，哇！真係嘅，你響香港嗰邊，你就算係住半山都唔一定有咁樣嘅綠化。當然我冇去過半山啊，我係靠估嘅啫，係嘛？至於話半山嗰啲環境點樣，咁就睇大家啦，因為可能你哋有啲朋友係響半山嗰度住過、了解過啦，係咪？咁我哋順住鏡頭一鏡過啦。呢個咧就係兒童樂園嚟㗎，咁可以見到啦，好多小朋友喺度耍啦，係嘛？家長喺度，因為人車分流嘅情況下咧，就唔使擔心話有細路仔同埋嗰啲汽車啊有碰撞呢種咯。我哋依家睇過去，成片都係小區入邊嘅，咁小區咧泳池都做咗㗎啊，前邊仲有一個人工湖，個人工湖嘅話咧，同樣。依家放咗啲金魚啊、錦鯉落去啊，話都幾靚仔㗎。嗱呢邊咧，我哋西邊呢個位置咧就係靠住長江北路啦。咁你長江北路，比如講你去南邊嘅博愛路啊，去南外環啊，去返海欣啊，接駁坦洲快線啊，接駁南朗快線啊，去返馬鞍島啊，都好近咗好快嘅啫。基本上，如果響呢個小區，大家坐船翻嚟嘅情況下，響中山港碼頭搭車翻到呢個小區，都唔超過1嚿水。嗱，呢個就係人工湖啦，成個湖面，到時晚黑食完飯，咁咪落嚟行下咯，係咪消遣下咯？喺度行，即係逛下。響小區就可以自己去逛下，去散步噶啦。咁你唔至於話。當然真係嘅，我一直咧唔係話睇衰三鄉坦洲，同樣嘅啱先嗰間屋101萬3房1000尺，你響坦洲嗰邊，我估計啊啲價錢差唔多啫。如果你買嗰幾個明星樓盤，中澳啊、日進半島啊，差唔多1000尺嘅，應該都要百幾萬嘅。所以呢個小區你點睇？啱先講到前面嗰嚿空地咧，嗱。首先會有一棟高層嘅商業體啦，之前係298米嘅，因為政策嘅問題就一半150米做2棟。呢度會有7萬方嘅成個酒店啊、生活配套嘅，成個沙盤嗱喺度啦，24棟樓，咁前邊1到11棟同埋18棟已經收咗樓㗎啦。22、24棟今個月收樓，咁依家係賣緊咧，就係20啦、21啦，同埋後邊未起嘅啦。咁啱先同大家講到啦，成個小區生活配套暫時真係嘅，下邊係冇底商㗎，純住宅嚟嘅，包括隔離天群都係，就係靠前邊呢個啦。等呢個商業體起咗起身之後咧，咁成個片區咩都有晒啦。學校啦、交通啦、配套啦，即係等於講到時咧，你就直情落樓下向呢邊飲茶、shopping、行街，
唔使點咩噶啦。咁周邊啲環境啱先高空圖都睇到啦。咁如果係大家覺得啱先嗰個頂樓1000尺唔中意，咁依家我哋仲有騎樓嚟噶，騎樓咧就今年收樓嘅有，明年收樓嘅又有。騎樓嘅面積咧就1000尺啦、1300尺啦、1500尺啦、1800尺啦，全部都有嘅。大概嘅價錢咧，1000尺嗰啲都係100萬多啲，跟住1500尺嗰隻咧，依家有個特價170萬，仲送埋一個產權車位。咁想了解成個東區或者係中山的實際地產佬。